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堅樂書迷分享站，我係五 A 班嘅鄭雅心。我今日要介紹嘅圖書係《裝在口袋裡的爸爸》第12集《天才製造機》。呢本書嘅作者係楊鵬。呢本書係關於故事主角楊哥嘅爸爸失咗業，俾媽媽鬧，每次俾媽媽鬧就縮細咗1cm。佢縮細到1.8cm 嘅時候就冇再變細啦。於是楊哥將佢爸爸放喺佢嘅口袋度，帶佢出門口。神奇嘅係，爸爸嘅身體雖然變細咗，不過智商變得超高，仲成為咗一名發明家，發明過唔少新奇嘅嘢，例如動物語言機、縮小窗、時光機同後悔藥等嘅作品。喺呢本書入面，楊哥嘅爸爸製造咗天才製造機，係為咗令楊哥乖乖聽話。而天才製造機係令人順從嘅發明，只要俾天才製造機射中，1個小時之內被射中嘅人就會完全聽晒發射機人嘅說話。成功發明咗天才製造機之後，因為香腸國同香蕉國要打仗，楊哥同爸爸決定冒險去阻止呢場戰爭。爸爸就叫楊哥訂機票。到達咗總統府之後，佢哋就喺3名特工嘅保護之下，用天才製造機射向門口嘅守衛，就話係總統邀請佢哋嚟廣播室嘅客人。之後到咗廣播室，佢哋又向香腸國總統發射咗一槍，叫佢維持世界和平。而香蕉國反而向香腸國宣戰。楊哥又發射咗一槍，要香腸國總統發射100架最新型隱形戰機，去強迫香蕉國停止戰爭。之後，聯合國秘書長去楊哥嘅屋企，問楊哥願唔願意將天才製造機貢獻出嚟。佢哋聽到之後就爽快咁樣應承。然後過咗一段時間，爸爸同楊哥經過幼稚園嘅時候，發現幼稚園突然之間變得好安靜。於是楊哥到課室窗邊，睇到老師問緊同學黑板上嘅圖案係乜嘢嚟嘅。同學講咗好多唔同嘅答案，有氣球、車轆、雞蛋同埋太陽。但係老師用天才製造機射向同學，就話係圓圈，結果所有同學都話黑板上嘅圖案係圓圈。爸爸同楊哥發現有咗呢部機械之後，城市正在失去生氣，孩子失去活力，咁樣落去，所有人都會變得冇想像力同埋創造力，同埋唔會有未來。於是佢哋決定消滅呢部機械，就打電話俾聯合國秘書長，叫佢消滅呢部機械。不過聯合國秘書長就話有人嘅天才製造機俾人偷咗。爸爸就驚天才製造機喺壞人嘅手中。之後爸爸又發明咗2個可以防止洗腦嘅頭盔。爸爸又命令楊哥一定要戴住呢個頭盔。有一日，爸爸帶住楊哥返學嘅途中，見到好多動物都瘋狂咁樣衝入珠寶店，仲帶住各種各樣嘅珠寶。然之後，所有動物都陸陸續續出咗嚟。楊哥佢哋就叫咗其中一隻大象停喺度，仲坐住佢去睇下邊個要佢哋咁樣做。大象帶咗佢哋去一個地方，佢哋見到爸爸嘅死對頭狂人猴子要成為世界嘅主人。之後，爸爸同楊哥發現猴子要去紐約，就用天才製造機射向猴子其中一名嘅士兵，遙控佢扮肚痛。
然後令猴子先去紐約，然之後再帶佢哋去紐約。猴子到達咗之後，就用佢發明嘅洗腦大炮，讓大家都聽佢嘅話，而佢仲要所有人捉拿爸爸同楊哥，而佢哋聽到之後就諗到讓紐約當地嘅市民捉佢哋去見猴子，之後用天才製造機俾猴子一槍，讓佢消滅洗腦大炮，最後爸爸消滅咗天才製造機，並捉咗猴子去警察局。最後楊哥表示太好啦，以後我唔使擔心自己喺唔聽話嘅時候俾爸爸媽媽洗腦啦。之後聯合國秘書長就打電話俾楊哥，聯合國秘書長非常多謝佢哋啊，如果唔係佢哋阻止咗猴子，世界就大亂啦。睇完呢本書之後，我有一啲嘅反思，為咗令楊哥乖乖聽話、學業進步，裝在口袋裏的爸爸決定研究一種令人順從嘅發明。爸爸以為楊哥咁就可以成為一位天才。我認為想成為天才，必須付出努力，學習唔同嘅知識，再加上創意，而唔係依賴一部機械啊！多謝大家收睇我嘅分享。之後閱讀真知識。